合作企业大牌厂商发生女会计侵占资产，负责人是一对兄弟啊。这个阿兄的太太长期做会计，涉嫌伫15档内开7间的龙头公司做假销，将这个公司的资金2亿7千万加压了。我乌林目镜嘴暗，头淡淡行入北检，胸坎头前的迄块肌啊，看起来贵闪闪，规身躯穿甲绫罗吊端，伊是做9大厂姓吴的会计。因翁查某囝共款叫带走，一前一后行出法警室，精神迄10万块交保，做传统纺织，表出做假销刷大量资金，检方并分11路调查。根据登记地址，这间公司就设在台北市松山区，资本额2000万元，内部却疑似出现神鬼女会计，15年间涉嫌掏空公司2.7亿。涉案的纺织大厂主要的业务是伫咧做9大类似内裤等等配件买卖的进出口。1994年成立家族企业，姓吴的会计是公司负责人的大嫂，做会计公司拢真信任伊。所以调查出，敢若为2007年开始，建设7间龙头公司，用假交易刷用公司资产，搁做假销洗钱，10多年来刷走2.7亿。根据了解，管理企业姓曾的兄弟仔、大兄含小弟伫咧相告，如今传出大嫂嘛刷公司的资金，恐惊嘛大影响家族的企业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